迪拜朱古力係一款融合開心果、牛油、酥皮碎同埋牛奶朱古力嘅朱古力零食。2021年由阿聯酋精品朱古力商推出嘅時候反應麻麻，但係喺近年熱度上升，好多網紅喺社交平台發佈自己試食嘅片，引發大量網民搶購，成為最 hit 嘅美食話題。全球對迪拜朱古力嘅狂熱令開心果嘅需求飆升。伊朗作為全球第2大開心果出口國，按當地海關統計，喺舊年10月至4月呢半年期間，向阿聯酋出口嘅開心果數量比之前全年多咗4成。但最大嘅出口國美國喺舊年收成並唔理想，導致全球開心果仁缺貨，價格上升。1年內1磅開心果嘅價格由7.95美金升至10.3美金，即係大約80蚊港幣。有商家預料，而家嘅開心果產量已經耗盡，迪拜朱古力熱潮未減，令情況雪上加霜。而美國加州農民改種嘅開心果最快要到9月先至有收成。